大家好，又嚟到哪吒嘅頻道。今日我會拍一套影片，係關於中華航空605號班機空難。605號班機係一架波音747-400，註冊編號為 B16。佢喺台北飛往香港，大約要1個鐘。收起咗起落架，已經起飛咗喺中職機。呢架飛機而家順利抵達香港機場附近，啟德機場。而家係用緊赤鱲角機場。呢個機場已經關閉咗啦。Glide slow. Approaching minimums. 300. Minimums. 200. 100. 50. 30. 20. 10. 佢飄咗2/3個跑道先着陸，擾流板開咗1秒都唔夠就收返啦，反推裝置都未開啟。而家跌咗落水喺九龍灣碼頭度。呢架飛機失事嘅原因係先着陸。着陸係冇彈起嘅。仲有佢開擾流板，都唔夠1秒就失慳咗。